心想事成第26條法則：潛意識來自信心。唔理你信乜嘢，潛意識都會發揮功能而出現奇蹟。摩菲博士嘅親戚入邊有一個人曾經發生以下嘅故事。呢位親戚罹患咗老人性肺結核，病情相當嚴重。佢住喺澳洲，眼睇已經冇治癒嘅希望，所以要佢個仔返屋企嚟處理後事。可是佢個仔對信仰同潛意識嘅關係有深刻嘅認識，所以佢就同爸爸講：爸爸，我偶然遇到一位巡迴歐洲各地、成日發生奇蹟嘅修士。呢位修士帶嚟一片真正嘅十字架碎片，我用盡方法要佢將呢個碎片讓俾我，而我就捐贈$500俾佢。聽講只要碰到呢個十字架嘅碎片，就好似觸摸到耶穌嘅身體咁，會發生奇蹟。佢個仔講完之後，就將裏面裝有十字架碎片嘅戒指交俾爸爸。當時74歲嘅爸爸對個仔孝心大為感激，緊握住呢個戒指祈禱，然後就瞓着咗。第二日佢醒嚟嘅時候，覺得身體好咗好多。經過醫生嘅檢查，亦都發現佢嘅肺結核轉為陰性。事實上，呢個仔交俾爸爸嘅時候，並唔係真正嘅十字架碎片，佢只係一個從路邊執起嚟嘅小木片。然後到珠寶店請金匠將佢鑲成戒指入邊。雖然佢送俾爸爸嘅禮物係貢品，但係佢治癒咗爸爸嘅病，呢個係千真萬確嘅事情。後嚟爸爸嘅病亦都冇再發作，又活多15年，一直到89歲先至逝世。好多古代流傳落嚟嘅奇蹟故事入邊，有唔少捏造嘅，但係亦都有唔少係真實嘅。總而言之，只要激發潛意識，就有可能出現奇蹟。圓夢小語：相信自己，相信他人，且相信更高的靈性力量，在有需要時會提供支持同埋引導。如果你聽完呢條法則有任何心想事成嘅事件發生，記得返嚟留言俾我，仲有 like 同 share 俾大家。